散。佢話怕粗口，但又愛不口，認真教壞人，不好得中意玩嘢啊，旋棍喺議會演戲也奴隨難禁，雙普選等到乜都瞓，後共有賴中央治過人。我哋都講過，我希望嗰個門檻係唔好太高，最好就10席，令到所有嘅政黨都可以參加。如果過2-3個月出嗰個民調，個門檻係過高好